我到桃园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让各位感受到桃园拥有这一支球队为荣。我们都疯狂地爱上了它，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。拉米狗总是在小小称霸，你和我忍不住跟随它，让我们灿烂的胜利火花。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。桃园最强拉米狗，全心全意支持它，加油吧，呐喊吧，是好队友都爱它，胜利吧，冠军吧，勇往直前不要怕，要把冠军带回家。拉米狗总留下他的潇洒，决心要把冠军带回家，让我们灿烂的胜利火花。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，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，拉米狗就是我们。再欢迎胡伟忠黄总教练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记得第一年我到桃园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让各位感受到桃园拥有这一支球队为荣。我不敢说我100%做到，我以目前的现况，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已经接近让所有的球迷都感到满意的成绩。再过来我要讲的是，我们球队也非常的幸运跟幸福，在全台湾4支棒球队里面，有哪一支球队跟市长的见面次数这么多，距离这么近？而且全心全意的在帮这支球队，让它更强、更壮、更好。这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我知道这支球队即将换另外一个公司，我不知道新的公司未来怎么做，怎么样，好不好我不晓得。但是我只知道旧公司对我们全心全意的照顾很棒。